大家好，我係 Chloe，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。今日係7月13號星期一，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。曼城3大電車線癱瘓3星期，返工返學交通恐嚇混亂。英國加稅風暴殺到，商界警告招聘投資或急煞停。限水令擴至逾600萬人，洗車、淋花最高罰1000英鎊。每星期揭發約100宗腸癌，NHS 急催50多歲人士驗身。倫敦地鐵豪擲34億英鎊換新車，冷氣列車最快年底登場。第3輪熱浪再逼近，多區山火風險升至極端。英國大部分地區以乾燥、晴朗及陽光充沛為主，日間氣溫約17度至30度，夜晚約11度至20度。風勢以東至東北風為主，普遍每小時約15至30公里。沿岸活動及駕駛人士要留意強風，而炎熱地區仍要注意補充水分及防曬。曼城3大電車線癱瘓3星期，返工返學交通恐嚇混亂。曼城搭電車嘅市民要注意，由今日起，多條主要 Metrolink 路線將會連續停駛3個星期，無論返工、返學定係去曼城市中心，都可能要預多好多交通時間。根據大曼徹斯特交通局 TFGM 公佈，工程會由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頭班車開始，一直持續到8月2日星期日尾班車，預計8月3日星期一恢復正常服務。工程期間 Altrincham、Eccles 同 Trafford Centre 3條路線將會全線冇電車行駛，East Didsbury 同 Manchester Airport 方向嘅列車只會行到 Firstwood， 至於 Rochdale 方向嘅列車就只會行到 Exchange Square。今次工程主要會喺 Deansgate Castlefield 同 Trafford Bar 一帶更換大約 1.6 公里路軌，部分路軌已經使用超過30年，去到需要大規模更新嘅階段。TFGM 計劃喺2027年之前投放接近1億5千萬英鎊，用作維修同提升成個 Metrolink 網絡。受影響路段會安排接駁巴士，不過繁忙時間可能會比平時更加逼，乘客最好預留額外交通時間。出發之前亦要查看 B Network 最新公佈嘅交通安排。英國加稅風暴殺到，商界警告招聘投資或急煞停。英國會唔會再次加稅？商界已經等到唔耐煩。企業代表警告，如果政府任由加稅傳聞持續成個夏天，企業可能會押後招聘、投資同擴充計劃，最後連消費者都可能要承受更高成本。綜合 Sky News、路透社同英國工業聯合會嘅資料，英國企業正要求政府盡快交代新政府未來嘅稅務方向。英國工業聯合會指出，企業喺最近2份財政預算之後，要承受嘅整體稅務負擔，估計已經高達3450億英鎊。僱主國民保險、最低工資同商業差餉上升，都令企業經營成本進一步增加。目前，後任首相 Andy Burnham 被指可能會改革資本增值稅同商業差餉，不過具體細節仍然未公佈。另有分析估計，如果擴大小型企業差餉減免，每年可能涉及大約8億8千萬英鎊，超過14萬個小型商業物業可能會受惠。商界最擔心嘅其實唔單止係會唔會加稅，而係唔知道幾時加幾多，同埋邊一類企業會首當其衝。
政府一日唔作出澄清，企業就可能繼續凍結招聘同投資，英國經濟增長亦可能受到拖累。英國財政監察機構早前更加警告，長遠公共債務走勢並唔可持續，意味住新政府仍然要喺加稅、削減公共開支同增加借貸之間作出非常艱難嘅選擇。限水令擴至逾600萬人，洗車淋花最高罰1000英鎊。英國限水範圍突然擴大，數以百萬計居民由即日起唔可以再用水喉淋花、洗車或者注滿兒童嬉水池，違反禁令，最高可以被罰款1000英鎊。根據 Sky News， 英國水務監管機構 Ofwat 同埋多間水務公司嘅最新公告，Anglian Water 已經由7月11日凌晨1點開始，向英格蘭東部超過500萬名客戶實施臨時用水禁令。Southern Water 亦由7月10日開始，喺 Hampshire 同 Isle of Wight 向大約100萬名客戶實施限水。Kent 部分地區早喺7月3日已經開始禁用水喉，而 Affinity Water 中央供水區亦計劃由7月17日開始限水。水務公司表示，英格蘭東部今年春季嘅降雨量只有正常水平嘅39%，加上連續3輪熱浪，令用水需求急升。Anglian Water 每日更加要生產比平時多30%嘅食水，先可以應付需求。禁令期間，居民唔可以使用接駁自來水嘅水喉或者高壓清洗機，用嚟淋花、洗車、清洗露台、清洗船隻以及注滿泳池或者嬉水池。不過，居民仍然可以使用水桶或者花灑壺用水。任何人違反臨時用水禁令，最高可以被罰款1000英鎊。每星期揭發大約100宗腸癌，NHS 急催50幾歲人士做檢查。一個只需要幾分鐘就完成到嘅家居測試，平均每個星期竟然可以查出大約100宗腸癌。不過 NHS 警告，50幾歲人士完成腸癌篩查嘅比例明顯低過年紀較大嘅人士。根據 NHS England 喺2026年7月11日公布嘅最新數據，喺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間，只有56.2%嘅54歲人士完成測試，至於70至74歲人士，參與率就達到73.5%。英格蘭所有50至74歲，而且已經登記咗家庭醫生嘅人士，每2年都會自動收到一次免費 Fit 家居測試包。市民只需要用套裝入面嘅採樣棒，拎少量大便樣本，再放入免郵費信封，寄返俾 HS， 檢查樣本入面有冇可能同腸癌有關嘅血液。NHS 每年會寄出大約870萬份測試包，上年度接近520萬人參加，平均每個星期診斷出大約100宗癌症。不過整體參與率就由前一年嘅67.6%跌到65.2%。NHS 提醒，腸癌有可能喺完全冇症狀嘅情況下發展，所以收到測試包之後，千祈唔好擺埋一邊。不過，如果已經出現便血、排便習慣改變或者持續肚痛，就唔應該等下一次篩查，而係要盡快聯絡家庭醫生。倫敦地鐵豪擲34億英鎊換新車，冷氣列車最快年底登場。炎夏搭倫敦地鐵，終於唔使再焗桑拿。Piccadilly Line 即將迎來50年以來最大規模嘅列車更新，94列設有冷氣嘅新車，最快喺今年年底開始接載乘客。
根據倫敦交通局 TfL 同列車製造商 Siemens 公佈，成項更新工程嘅成本已經增加到大約34億英鎊。首批新車預計會喺2026年12月至2027年6月期間陸續投入載客服務。不過，94列新車唔會一次過全部啟用，而係會分階段，逐步取代現時86列由1970年代開始使用嘅舊列車。新車將會設有全車冷氣、貫通式車廂、閉路電視、更加闊嘅車門、即時乘客資訊系統以及更完善嘅無障礙設計，令乘客上落車同乘搭時更加方便。TfL 表示，當成批新車全部投入服務之後，倫敦市中心繁忙時段嘅班次可以由每小時24班增加到27班，相等於平均大約每135秒就有一班車，載客量同服務可靠程度亦會提高。不過，工程過去曾經因為新車軟件、老舊路軌以及維修車廠配套整合等問題而延誤，所以所謂今年年底有冷氣車，只係代表首批新車最快可以開始載客，並唔代表成條 Piccadilly Line 會即時完成換車。第三輪熱浪再逼近，多區山火風險升至極端。英國熱浪警報仍然未解除，部分地區更加面臨極端山火風險，高溫、乾旱，再加上風勢增強，只要有少少火花，火勢就可能迅速失控。根據英國衛生安全局同英國氣象局最新公佈，英格蘭西北部、約克郡、東西中部、倫敦、英格蘭東部、東南部同西南部仍然維持琥珀色高溫健康警報。至於英格蘭東北部就維持黃色警報，警報有效至2026年7月12日晚上9點。當局警告長者、心血管疾病患者同埋呼吸系統疾病患者面對嘅健康風險尤其明顯。英國氣象局表示，2026年已經錄得破紀錄嘅8日氣溫超過34度，更加係有紀錄以來第一次喺5月、6月同7月都錄得35度或以上高溫。目前多處地區氣溫仍然超過30度，炎熱、乾燥天氣再配合較強風勢，令英格蘭同威爾斯多個地區嘅山火風險升至極端水平。消防部門提醒，去到郊野、公園或者荒園，應該避免使用即棄燒烤爐，煙頭亦一定要完全熄滅，先可以丟棄。居民亦應該多飲水，避免長時間喺陽光下面暴曬，同時主動關心獨居長者以及患有長期疾病嘅人士。喺英國生活，每日都有好多事發生，邊啲先同你有關？新聞資訊太多，英國生活快報專為我哋香港人而設，每日精選英國重點資訊同天氣，廣東話配音，仲有粵語字幕。由超市優惠、交通、新聞到政策變動，我哋幫你精挑細選。我係 Chloe， 我係 Emily， 每日同你一齊掌握英國大小事。星期一至六，每朝7點準時出片。訂閱英國生活快報，用廣東話開始你嘅英國一日。另設專題解碼，星期六精選推出，有趣議題、複雜事件，清晰拆解。好，以上就係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。如果你覺得呢類英國即嘅新聞、生活資訊對你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啟通知。我哋每日用最短時間陪你了解英國正在發生嘅事。我係 Emily，聽日英國生活快報再見。